大家好，我係 Kelly，歡迎嚟到我嘅頻道。今日嘅香港行程，我選擇由獅子山開始。細個嘅時候，我已經識聽一首歌《獅子山下》。呢首歌唔只係旋律好聽，仲代表住香港人最重要嘅精神。歌詞講嘅係，無論環境幾艱難，都要互相扶持，一齊努力向前。呢種獅子精神一直鼓舞住我，無論身處邊度，都要提醒自己要堅毅同希望。所以今日再嚟香港，我第一時間就想行上獅子山，親身去感受呢一份影響咗幾多人嘅力量。而今日嘅行程，除咗要體驗獅子山嘅壯麗景色，我仲會去到黃大仙廟，感受香港人最真摯嘅信仰文化。夜晚就會行入熱鬧嘅廟街夜市，食下地道美食，感受香港最獨特嘅煙火氣。第二日嘅香港一定會俾你睇到另一面嘅魅力。